Welcome and welcome back 紙牌塔頻道。今日嘅主題係財富。OK，咁牌我已經抽好㗎啦。我會感覺到今日嘅總能量就係collective，你需要以一個新思維去迎接新嘅人生咯。所謂新嘅人生就可能係你嘅事業點樣去以一個全新嘅思維去進入，可能係一個新嘅行業啦，一個係當你去面對你嘅新嘅計劃嘅揾錢計劃嘅時候，你應該以一個乜嘢嘅心態去轉變。而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可能現階段 collective 你其實係相比起舊有嘅你，其實你已經係因為可能希望係能夠揾到錢，增加你嘅財富，所以其實係你已經改變咗你自己嘅思維，去迎接新嘅挑戰。因為我會感覺到現階段喺你嘅內心入邊，你都會明白到就係、如果你想你嘅收入有所不同嘅時候，你會知道係個決定權喺你嘅手入邊。究竟你想過你嘅人生點樣行啦？你嘅財富係點樣去增值嘅時候，其實你喺你嘅內心入邊，你已經好有計劃。你亦都知道就係你係需要做嗰個操盤手。OK，而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喺 collective 你內心入邊有嗰種防禦心喺度。我唔知點解我會感覺到呢個有咁嘅能量喺度，因為可能係對於 collective 你現階段喺你心入邊嗰個揾錢大計，其實你自己都好睇好你嘅揾錢大計。你亦都明白係能夠為你帶嚟財富嘅。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 collective 你怕有人偷你啲橋，或者係你係擔心係有人會利用你，所以我會感覺到係 collective 你有嗰種防備心喺度，亦都可能係同時可以解讀為係你係有嗰個衝勁喺度嘅。OK， 對於你內心你諗到呢一個嘅揾錢大計。OK， 所以現階段其實我會睇到 collective 你最需要做嘅就係喺你過往嘅經歷入邊，其實你已經係有好多技能喺你個手入邊，所以就係當你面對可能嚟緊你需要處理嘅事務啊、處理嘅事情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準備好。你要明白到就係你已經準備好。同時間係我會感覺到 collective 對於你呢一個揾錢大計，你係需要有揾一個 partner。去一齊共同去向住呢個目標前進嘅，即係咩意思咧？可能係你哋需要有共同嘅理念啦，共同嘅價值觀。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就係當你去 start up 一個 business 嘅時候，start up 一個小生意嘅時候，有 partner 永遠會係一件可能係最好嘅事情，因為可能當你真係要面對好多生意上嘅來往啊，生意上面嘅事情嘅時候，其實係有好多事情需要處理。而我會感覺到就係 collective 你現階段就係其實你係有能力有技能，只不過係當你面對好多事情需要處理嘅時候，可能你係有嗰種可能焦慮不安喺度，因為當你太多事情需要處理嘅時候，你分身不下之下，其實可能係會令到你有輕微嘅質疑你自己，所以就係可能點解你會有嗰個防禦心喺度，或者可能叫做係當你面對一啲事情嘅時候，你仍然係有嗰種焦慮不安喺度咧，又或者可能係當你去到某一啲時間嘅時候，就係你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可能係就會令你有嗰種我會感覺到有嗰種進退兩難嘅感覺喺度，所以 collective 你現階段最需要做嘅就係你要揾到一個合適嘅 partner，同你去共同為你哋嘅目標去奮鬥啦，共同向住個目標而前進啦。而我會感覺到就係當你去能夠真係物色到一個合適嘅 partner 或者合適嘅夥伴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內心呢個揾錢大計其實係會更加成功。OK，因為始終係
有一個合適嘅伙伴，係當你能夠令到呢件事能夠向住正向嘅發展嘅時候，有人 share， 有人分享喜悅，其實亦都係一件我都會覺得係一件幾開心嘅事情。OK， 加上我會感覺到今日 define 俾 collective 你嘅 suggestion 就係，只要你同你自己啦，同埋你嘅 partner 能夠向住一個共同嘅目標而前進，而係唔會望返轉頭，係全心全意去投入你呢個計劃嘅時候，係一定會有好嘅結果。而所謂好嘅結果，我會感覺到 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明白到就係，你唔單止係 build up 你自己嘅人生 ，even 可能係你嘅感情生活，我亦都會感覺到 Divine 係今日俾你嘅 suggestion 係能夠向住一個正向嘅發展。所以 collective 嚟緊，我會為每一張牌再抽3張嘅牌，睇下會唔會有更多嘅解釋嘅。OK， 所以 collective 你內心嗰個計劃，我會感覺到係需要有耐性去實行啦，需要去時間去實行啦，唔好操之過急啦。因為係當你喺呢個過程裏邊嘅時候，當然你會可能遇到好多嘅問題，有好多嘅困難，但係你必須要相信就係最緊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啦，相信自己嘅計劃係 work 噶啦。因為而家你所做嘅就係其實係你係編織緊你自己嘅人生。OK， 係你呢個揾錢大計，可能係你已經係籌備咗好耐啊，或者呢個諗法其實喺你嘅腦入邊好耐啊，而你係覺得係 work 嘅，你係好想向住呢個方向而前進嘅。而同時間我會感覺到喺 collective 現階段你內心呢個計劃其實係好能夠 fulfill 到你自己內心嗰個目標啊，內心嗰個個成功感咯，我會感覺到係即係相比起可能係可能 collective 你現階段你係有一份工作係新嘅，而你喺你腦入邊或者會喺你嘅諗法入邊嘅呢個揾錢大計，其實係你一個我會感覺到係 collective 你嘅夢想，或者係叫做你一個夢寐以求，你係好想向住呢個方向而前進。OK， 所以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係你係籌備咗呢個計劃係一段，我會感覺到應該都係一個頗長嘅時間，即係唔係一啲興起嘅新嘅 idea。而我亦都會感覺到喺 collective 你嘅內心入邊，其實你呢一個揾錢大計，其實可能係過往你嘅經歷啦，或者可能係你曾經想嘗試做一啲小生意嘅時候，但係唔成功，所以就係你呢個你現階段呢個計劃，其實喺你嘅腦入邊係反覆思量過好耐啦，又或者從過往嘅經驗裏邊，你係已經吸收咗，或者叫做吸取咗一啲教訓之下，你會明白就係可能過往你嘅急進啦，你嘅急躁啦，又或者可能係諗一啲事情嘅時候唔夠細心細緻，導致可能你過往嘅小生意唔 work。但係我會睇到就係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你呢一個 idea 係你經過反覆思量之下能夠產生嘅一啲嘅 idea。所以就係點解我會感覺到喺對於 collective 你而家嚟講就係應該點樣形容咧？你會明白係時候要作出改變啦，唔好因為過往嘅一啲唔成功嘅經歷去阻撓咗你去實現夢想嘅呢個心咯。因為我會感覺到就係可能係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因為過往嘅一啲失敗嘅經歷，令到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有嗰種
所以 that's why 就係點解可能 collective 你現階段內心嗰種防禦心會咁重，因為可能你怕再次嘅失敗，再次嘅唔成功，而我會感覺到現階段喺 collective 你內心呢個計劃，呢個揾錢大計其實係你唔想唔成功，所以同時間你亦都係帶住憂慮、不安、焦慮去審視你自己呢個計劃。有嗰種矛盾喺度咯，我諗可能係因為 collective 你過去嘅一啲唔成功嘅小生意太多 ，OK， 所以就導致到 collective 你對自己嘅質疑啦。可能係叫做某程度上就係對自己嘅少少嘅唔信任咯，但係同時間即係我會感覺到喺 collective 你內心入邊嗰個矛盾位就係你知道你現階段呢個揾錢大計係 work 嘅，但係某程度上你又驚呢個計劃係咪你自己去諗多咗啊？你自己過分係正向咁去諗，覺得呢件事係 work。所以就一開始嘅時候，我所講嘅戒備心或者防禦心嘅原因就係唔係對外界嘅 collective， 你係對你自己，可能係你反覆思量咗好多，就係因為我會感覺到係可能對 collective， 你對於呢個揾錢大計嚟講，你係未係好正式開始嘅，可能係呢個諗法喺你嘅腦裏邊有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而你係好反覆思量地去諗每一樣應該點講咧？你係淨喺個腦入邊諗咯，而你亦都知道你係需要去真係真正去行出呢一步，去測試一下究竟你呢個揾錢大計係咪真係 work？ 但係我會感覺到你係有嗰種彈出彈入咯，所謂彈出彈入就係你又驚唔成功，但係你又知道你嘅計劃係成功，所以你不停係來來回回，究竟係行唔行嗰一步咯？所以我會感覺到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喺你嘅內心入邊就係嗰種不安焦慮，就係嚟自你對自己嘅唔信任。OK， 所以我會感覺到就係 that's why 點解 collective 你現階段就係你需要揾 partner 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會感覺到係如果 collective 現階段你能夠揾到一個同你價值觀或相同嘅 partner 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會相信自己嘅能力會更加多一啲，又或者可能係當你能夠真係揾到一個同你理念相同嘅人去共同向住呢個目標前進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係會更加睇得到自己嘅價值喺邊，你嘅努力喺邊。我唔可以話你collective 你唔努力嘅，只不過就係你係仍然係有一啲質疑你自己嘅 idea 究竟 work 定唔 work 嘅呢個階段嘅時候，係反而係會令到你去卻步咗去實行自己呢個揾錢大計嘅計劃。所以 collective 真係不如物色一下你身邊有冇人係能夠真係同你有共同嘅理念價值觀，去向住呢個目標而行咯。因為如果你揾collective， 如果你真係揾到能夠尋找到一個係能夠同你共進退嘅 partner 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內在嘅能量係會平衡啲。咩意思咧？係起碼工作你會有人分擔，當你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你有傾有講，可以揾到人去同你共同去解決你需要面對嘅問題。而可能好多時候就係我會感覺到現階段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唔係你冇技能，唔係你唔叻，又或者叫做唔係你唔能夠做得到嗰啲事情，只不過係你對自己嘅質疑會令到你去
當你實施呢個揾錢大計嘅時候，係會有嗰種你會有嗰種舉步維艱嘅感覺，我會感覺到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所以 collective 現階段你最需要做嘅就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嘅過往嘅經歷其實係能夠令到你去面對任何嘅事情。你一定要學懂點樣去相信自己，睇到自己嘅特別之處。同時間係你一定要明確地知道，就係你係一個絕對有能力嘅人咯。OK，因為我會睇到就係、當 collective 你願意真係全程投入喺你呢一個揾錢大計嘅時候，而呢個揾錢大計我亦都會睇到係 collective 你內心嘅對於你 collective 你嚟講係一個夢想，係一個實行你目標計劃嘅一部分。所以只要你本住呢個心，本住你個初心去面對將來可能嚟緊需要面對嘅任何困難或者障礙都好，但係呢個就係你我會覺得好多時候就不論你collective 你有咩目標都好，當中所遇到嘅困難障礙，其實亦都係你個人成長嘅一部分。唔好怕去面對任何嘅困難同障礙，因為我會感覺到係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呢個係你嘅夢想。如果你連應該點樣形容呢？如果你為咗你嘅夢想，你遇到一啲困難，你都咁容易放棄嘅時候，正如周星馳話齋，咁你同條鹹魚有乜分別咧？因為你已經係向住自己嘅目標夢想而行嘅時候，呢個都唔能夠去令到你保持一個初心去面對任何嘅困難同障礙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已經冇咩好講，對嗎？當然可能遇到一啲困難或者一啲障礙嘅時候，係會令到每一個人唔單止 collective 你會感覺到好沮喪，好嗰種不安、焦慮，嗰種無所適從嘅感覺係一定有嘅。但我會感覺到呢個就係成長咯，或者一啲叫做課題咯。當你真係願意去面對任何嘅困難同障礙嘅時候，到有一日你真係能夠跨過呢個困難或者障礙嘅時候，其實呢個帶到俾你嘅成功感係一定會更加多。OK，所以因為我感覺到今日呢個牌有幾隻牌都係關於係點樣去 fulfill collective 你內在嘅 Ace of Cup。咩意思咧？就係只要你無懼地向前行，無懼地唔會選擇逃避嘅方法去面對任何困難，你勇往直前嘅時候，其實最終帶到俾 collective 你嘅，我會睇到唔單止係財富，而係你內心嗰種對自己嘅自我認同、自我肯定，你肯定自己嘅價值，係我覺得你呢個帶到俾你嘅成功感係會比你嘅財富係會令到你更加感受深刻啊。OK，所以 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其中一樣你最需要做嘅就係當然可能唔單止係兩個人嘅，即係同其他人共同去向住一個目標前進嘅時候，當然係最好係揾一個能夠價值觀理念係同你相同嘅人，但係始終係當兩個人係成長環境係唔同之下，係可能係有好多事情係需要去磨合，需要去互相去理解嘅。對於可能你哋嘅大理念係一樣一致，但可能喺一啲處理事情嘅細節上面，始終可能係會產生好多摩擦。但係我會睇到其中一樣 collective 你最需要做嘅就係要學懂點樣同你身邊嘅人去磨合、去合作，唔好因為一場交最終去輸咗一個好嘅 partner collective。因為我會睇到就係當 collective 你能夠本住個初心向住個目標而行之餘，
而你又願意去同你身邊嘅人去學懂磨合之下，其實真係帶到俾你嘅係你內心嘅成長，你個人嘅成長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比任何事情嚟得重要。而可能係因為過往喺 collective 你嘅過往嘅創業經歷入邊就係、可能係人事有關，所以就係 that's why 點解今日 collective 你最需要做嘅我會感到個能量幾重嘅，就係你要點樣學懂同你身邊嘅人去磨合去合作，唔好犯過往嘅錯誤，因為我會感覺到同時喺你需要做嘅牌裏邊嘅能量就係你要從過往嘅經歷裏邊點樣去吸取到教訓，而唔會犯同一樣嘅錯誤。只要 collective 你願意去反思自己過往嘅錯誤錯處嘅時候，其實係今次呢個計劃，我覺得會感覺到係會帶到俾 collective 你成功，唔單止係能夠為你帶嚟財富，同時間係真係能夠令你嘅人係會更加成長去面對將來任何嘅事情。因為暫時我睇到嘅就係有1、2、3、4，有4張牌都係對於 collective 你係喺呢一個揾錢大計裏邊，你係真係好能夠 fulfill 到你自己內在嘅Ace of Cup 嘅能量。所謂 Ace of Cup 嘅能量，可能係有時就係會能夠令到 collective 你更加能夠滿足到自己嗰個因為可能過往 collective 你係唔相信自己啦，質疑自己啦，睇唔到你自己嘅價值。但係只要你真係願意去貫徹始終地向住你嘅夢想目標而行嘅時候，係真係好能夠 fulfill 到 collective 你你更加能夠睇得到自己咯，我會感覺到係，因為可能係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係身邊嘅朋友係其實一路都會睇到你嘅價值，睇到你嘅能力喺邊，但係唯獨是你自己睇唔到你自己嘅價值喺邊咯。collective，OK，所以今日 collective 調翻俾你嘅 suggestion 就係無懼地向住自己嘅目標而行啦，一步一腳印啦，好老土有句説話就係應該唔係叫好老土嘅，就係我會形容為你可以選擇唔爬呢座山，但係當你選擇爬呢座山嘅時候，我會感覺到調翻係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勇往直前，唔好回頭望，一路行上個山頂嗰度。因為只要你願意去堅持，鼓起勇氣去面對任何嘅困難嘅時候，帶到俾你，當你去到個山頂嘅時候，個光景一定好靚。但係最重要嘅係 collective 你真係要願意去勇往直前地向住個目標而行，行上個山頂嗰度。而同時間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喺你實現自己夢想嘅呢個過程裏邊嘅時候，就係困難係一定有嘅。但係永遠都唔好失去方向，失去希望，能夠保持一個平靜嘅情緒，因為當你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真係會令到你會變得暴躁啦，會變得質疑啦，會變得不安同焦慮。所以就係 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係當你面對你嘅揾錢大計裏邊所遇到嘅任何事情嘅時候，係能夠仍然本住一個輕鬆嘅心情。我明白好難嘅，但係只要你真係無懼地向住你嘅目標向前行嘅時候，係當你能夠跨過任何嘅障礙困難，帶到俾 collective 你一定係最美好嘅光景，而亦都係令到 collective 你更加能夠成長喺呢個過程裏邊。當然，我會感覺到今日 Divine 俾 collective 你最重要嘅係
因為佢希望 collective 你明白，只要你能夠無懼地向住呢個目標前進嘅時候，帶到俾你嘅唔單止係財富，同時間係一段美好嘅感情，係啊，因為可能就係喺 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可能係當你能夠去展現自己有價值、有能力嘅一面嘅時候，唔係你刻意嘅，而係永遠係一個最認真嘅人做一件事情嘅時候，永遠係最吸引人嘅。所以就係我會感覺到 Divine 係希望 collective 你去認真去面對你自己呢個揾錢大計，而當你願意無懼咁向前行嘅時候，帶到俾你嘅係會有一段能夠 fulfill 到你內在，係 fulfill 到你自己內在 Ace of Cup 能量嘅一段感情咯。正如我一開始嘅時候所講，因為今日又係有好幾張牌都係能夠 fulfill 到你 collective 你內心呢個 Ace of Cup 嘅能量喺度，因為其中一張牌係 Ace of Cup，OK，所以就係當你能夠通過實現自己呢一個夢想呢個計劃嘅時候，而你展現係你我覺得係個能量方面，你展現到俾你身邊嘅人睇，就係 collective 你絕對係一個值得擁有財富、擁有愛情嘅人。OK， 所以 collective 努力，唔好因為急躁而令到同你身邊嘅人產生任何嘅拗撬同摩擦，一定要學懂點樣同你身邊嘅人去磨合，因為 collective 你真係要明白到就係永遠目標以目標為本，唔好因為覺得你呢場交贏咗，你係贏晒所有嘢，但可能就係有時候你贏咗場交，其實你輸得更多 collective， 所以 OK，see you next time，bye。